Hi，呢本書叫《讓尼采當你的心理師》。喺呢本書可以學習用最快樂嘅方法享受痛苦，成為超人，從此唔再被情緒左右。尼采話：痛苦係禮物，唯有我哋學習成為咗超人，享受呢一份痛苦嘅禮物，先至能夠做到真正愛自己，成為生命入邊嘅主宰者。尼采最出名嘅一句叫做上帝已死，佢指嘅上帝係指一啲深信不疑嘅信念，呢啲根深蒂固嘅信念呢，可能就係更勝於我哋個人嘅安危同埋幸福嘅價值嘅標準，令我哋過住一啲唔係自己想要嘅生活。有陣時我哋連理想追尋呢都分唔清，到底我哋係為咗自己嘅期待定係為咗他人嘅期待。呢啲根深蒂固嘅信念可能源於國家、民族、社會主義，呢一切都係最終都會令到我哋將個人真正嘅樣貌咧拋諸腦後。所以尼采話，人應該成為自己嘅上帝，為個人行為定標準，賦予個人生命嘅意義同埋價值，咁就係超人應該要做嘅事。佢所指嘅超人就係活出自我嘅人，係可以成為自我嘅人。佢會為自己判斷對錯，會賦予自我嘅價值同埋意義。佢哋絕對咧唔會驚他人嘅視線同埋評價，亦都唔同人哋比較，建立新嘅標準，創造新嘅價值同埋法規，活出自己嘅天性，成為自己嘅天性，成為自己喜歡嘅模樣。佢又教我哋點樣可以成為呢個超人。就係咧，唔係用腦袋去理解同埋改變我哋自己嘅諗法，而係感受自己嘅情緒、自己嘅情緒反應同埋身體嘅變化，由覺察身體去改變情緒，以至成為超人重生。其實係一件科學嘅事。人嘅大腦最核心嘅部分就係爬蟲類腦，咁咧係我哋最原始嘅腦。之後中間嗰層就係哺乳類腦，就係掌管我哋嘅情緒。最後一層亦都係最外層，就係我哋靈長類腦，就係即係我哋嘅人類嘅腦，係發展我哋理性邏輯嘅腦。而呢一層嘅腦咧，係亦都係最後發展嘅。所以人要完全理性邏輯咁思考咧，其實係好難。所以人係感性受情緒影響嘅動物。當我哋呢一個哺乳類腦咧受到情緒影響咧，就會控制住我哋嘅身體。例如我哋驚會退縮。我哋憤怒會揸拳頭，會面紅。所以當我哋能夠正視我哋身體嘅狀況變化，咁咧亦都係可以咧影響到我哋邏輯思考嘅過程。所以覺察身體去控制情緒咧係一件科學嘅事。而且我哋最愛嗰個腦嘅理性邏輯係可以唔誠實，但係我哋嘅哺乳類腦係最誠實，令到我哋嘅身體變化亦都係知道係最誠實。我哋要活得更加直率一點，我哋要看清自己誠實嘅一面。例如我口中話我唔驚，但係實際上我個內在我嘅身體已經係退縮緊，而我實際係驚緊。每個瞬間都必須檢驗一下自己真正嘅情緒、真正嘅諗法，必須努力咁喺呢兩邊維持一致。每當你產生幼稚嘅心理，就承認呢啲幼稚嘅情緒。當你覺得丟臉，就認知呢啲係承認自己丟臉嘅心情，坦然咁面對自己嘅情緒，你先至有辦法去消化呢啲情緒。身體先至係最根本嘅理性，最誠實，比理性更加值得信賴。想要正確咁理解情緒，你就必須要觀察自己情緒做出嚟、反映出嚟嘅身體變化。無論理性對我哋點樣講大話，身體都會如實咁反映出情緒，咁就可以更加容易接觸到真正嘅情緒，去理解真正嘅自己。當我哋獲得咗諗法同埋身體一致之後，我哋就開始遇見真正嘅自己，就可以冷靜咁樣看待現實，認同咁樣嘅自己之後，我哋就會慢慢接受真正原本嘅自己，而且能夠愛住咁樣嘅自己，進而迎接真正嘅改變。好多時候人因為唔接受自己真正嘅自己，會抑壓自我，將情緒嚴重扭曲。情緒得唔到發洩嘅時候，就會令到你身體有好多痛症。當我哋覺察到自己真正嘅情緒嘅時候，如果我哋能夠正確咁為情緒命名，我哋更加能夠咧將情緒咧快速咁咧消退。當我哋嘅情緒發出警報信號嘅時候，我哋話俾佢知，喂，我哋收到啦，咁佢咧就會熄咗個警報信號。相反，如果我哋唔承認自己呢個警報信號，佢一度響嘅時候，我哋又唔去刪佢，甚至扭曲佢呢個消息，佢只會不停咁樣響。只要我哋喺任何嘅負面情緒都欣然接受之後，我哋就唔會喺負面情緒入邊失去咗自尊。至於點樣為呢一個情緒取名呢？其實我哋內心深處呢嗰個情緒呢係分咗好多個層，就好似洋葱咁樣一層一層一層咁樣呢，由外到內呢係有唔同嘅情緒。而老實講，要正確咁為自己嘅情緒取名呢，其實都係有啲難嘅。
因為好多時候情緒咧唔係用語言去表達出嚟，我哋情緒係中間嗰個哺乳類腦袋，而語言係邏輯，所以人類係有情緒先，而語言發展係後期。我哋如果硬要用語言去表達晒所有嘅情緒咧，都係好狹義嘅，亦都可能只係講到單一嘅某一方面。因為好似洋葱一樣有唔同層次嘅情緒狀況，所以我哋要慢慢咁讀出自己隱藏嘅情緒，去慢慢咁樣去接近我哋深層入邊想俾人理解嘅心理，進而認識到自己深藏喺入面嘅真實嘅一面，同自己深層嘅一面對話，情緒就會慢慢顯露，你就會經由接收到唔同嘅情緒，亦都能夠感受到嗰種負面情緒逐漸改變嘅喜悅。當我哋嬲嘅時候，我哋先觀察自己嘅身體同埋情緒嘅感受，並同呢一個情緒取名，怒火就會慢慢消退，變成咗對現實嘅害怕，對對方嘅怨恨。喺過程入邊，你開始清楚見到自己過去同現在係點樣用情緒去面對現實。嬲嘅時候嘅頻率，你就會慢慢減少。情緒獲得接納之後，亦都可以讓你感受到其他人嘅情緒，能夠成為咗了解到對方嘅真實面貌嘅一個機會。當情緒一層一層被剝落，你可以去到最深處嘅最原始嘅情緒。當我哋嘅自尊同埋自愛嘅時候，我哋就會諗勝利同埋想支配嘅權力意志。尼采提到另一個重點就係權力意志。尼采發現，當我哋掘到去最深嘅情緒入邊呢，就係我哋呢個最原始嘅情緒，就係權力意志，係我哋最真實嘅一面。我哋呢需要自尊自愛，我哋想勝利，我哋想支配，我哋想擴大我哋嘅力量。而呢一個就係我哋掘到去最深入嘅情緒嘅時候，我哋最渴望嘅嘢。如果能夠承認我哋係有支配嘅心、支配嘅渴望嘅時候，我哋就唔會再批評環境，亦都唔會再責備自己，努力成為更好嘅人。尼采認為社會不停係教我哋忽視我哋嘅權力意志，忽視我哋自我需求，結果形成咗好多妒忌、猜忌，更進一步嘅就係扭曲咗我哋嘅自我，我哋唔承認自己係咁嘅，否定自己嘅生命。要做到可以掘到最深入，揾到自己嘅權力意志，首先就係我哋要停止取悅他人，脫離被期待嘅人生。喺呢個世界上面，唔可能有任何一個人擁有相同嘅諗法、相同嘅經驗同埋相同嘅狀況。尼采形容每一個人就好似一個自己嘅一個海島，而海島與海島之間根本就係唔連結嘅。所以咧，其實咧，我哋每一個人咧都係有自己嘅一套做法。當你睇到一啲你唔同意嘅觀點嘅時候，你只要諗佢只係大家唔同嘅島嶼啫。無論如何，他人嘅諗法係啱嘅，我嘅諗法都係啱嘅。從此非善亦都非惡，亦都會令到我哋唔再批判人哋，亦都能夠真正咁正視自己嘅諗法同埋情緒。咁樣就係自信，就係增值嘅自尊。說到尾，大家都係唔同嘅海島，我哋唔需要無止盡咁樣同人哋比較。同時，尼采講我哋後悔、責怪咁埋怨自己咧，其實係一種病。我哋成日都會因為自己嘅諗法或者判斷出錯咧，而覺得失望、自責，而湧現一啲無力感，被呢啲無力感所吞噬、後悔。咁呢一種病咧，係會咧不停喺度反覆、反芻咧，令到自己咧不停喺度咧跌咗入個深谷嗰度，永遠都走唔翻出嚟。我哋要明白呢啲錯咧，係可能係我哋當時咧喺嗰個狀況嘅時候所需要嘅。我哋要做嘅係再更正咗自己，唔好再咁做錯就得咯，而唔係不停咁樣反覆咀嚼咁樣咧，自己做錯咗啲乜嘢。我哋呢一刻當下呢個全新嘅自己，因為之前曾經嘅錯而變得聰明咗，只係因為我哋呢一刻變得聰明咗嘅新觀點。而呢啲新觀點係因為我哋不停咁樣犯錯失誤而成長，呢一刻係全新嘅自己。我哋亦都要多謝呢啲當時嘅錯誤犯錯而有全新嘅自己。過去嘅信念只不過係嗰個階段嘅你所能擁有嘅最新觀點，用今日嘅智慧去責怪昨日嘅自己係唔公平，所以不停咁樣反芻咁後悔責怪自己呢係一種病態。我哋應該看住自己現在未來嘅成功，令到過去嘅選擇變得正確，將佢由後悔當作我哋嘅原動力，專注喺現在同埋未來，讓後悔變得有意義，讓我哋做嘅錯係變得有意義。看成所有嘅塞翁失馬，就係我哋現在嘅焉知非福。
無論如何，過去嘅錯、過去嘅傷痕都唔需要再隱藏佢嘅疤痕，係你生命嘅地圖上面指引着你去更遙遠嘅地方、更闊嘅世界，閃閃發光嘅經緯線。願你同過去和解，同未來同行。我哋藉由而家同埋未來嘅成功，令到過去嘅選擇變得正確。呢個係一種極具主宰力嘅心態。過去嘅選擇只係一個起點，跟住落嚟嘅故事係點樣寫，係由你來定義嘅。好，而家總結一下尼采所講嘅嘢。尼采話上帝已死，我哋應該深信自己嘅信念，根據自己嘅信念，而唔需要隨波逐流。當我哋能夠根據自己嘅信念去做人，我哋就能夠成為超人重生。我哋應該活得更加直率一點。首先承認自己有唔同嘅情緒，覺察自己嘅身體，發現自己唔同嘅情緒之後，為自己情緒命名，去揾出自己最深層嘅情緒係權力意志，係有想勝利同支配嘅心。同時明白每一個人都係海島理論，每一個人都係自己個海島，我哋唔需要同人比較，亦都唔需要取悅他人。最後就要明白每一個人都係由出錯而成長，所以我哋要停止後悔埋怨自己，感激過去嘅錯，我哋因為呢啲錯而形成更好嘅自己。呢本書仲有好多好好嘅細節嘅地方，值得你哋親自去閱讀呢一本書。呢本書分享到呢度，拜拜。